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是7月23咱的这礼拜最后一天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对主的话当来搁较明白、甲了解。主上帝时常愿意将伊的话赏赐咱，互咱会当行伫伊路里，会当行伫伊路上的光。望上帝互咱有光来照咱，互咱伫黑暗的社会内面、黑暗的这个情形的内面，咱永远会当来得到上帝的光。咱来看伫今仔日的圣经《歌罗西书》第3章12节到17节。咱今仔所读的圣经伫《歌罗西书》3章12节到第17节。若是有，请咱大家来掀开圣经；若无，请咱大家来听牧师伫遮来读这段圣经《歌罗西3章12节到17节》。《歌罗西书》第3章12节到17节，恁既然互上帝所敬，是圣也得到听的，就用怜悯的心、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来称。切使略比有协，又就着三宽容、三赦免，亲像主捌赦免恁。恁定着安尼，伫遮个顶面，着穿仁爱。就是完全的结连，着互基督的和平伫恁的心内做主，恁受调成做一体，也是为着这个，着感谢，着互基督的道理伫逐样的智慧充满恁的心，用诗、用歌、用神的父，三苦劝，对恩典伫心内得吟来学了上帝。搁凡所做的，也是讲，也是行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，也对伊来感谢爸上帝。阿门。愿上帝祝福伊的话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咱所看到这段圣经，是一个基督徒，伊信主了后，伊的活命爱亲像啥物款的活命？伊怎样来活出基督的活命？咱今仔日所看到这个圣经的内面，有讲到一句话讲，恁既然互上帝所敬，是圣的，也是得到听的，着用怜悯的心、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来称。伫圣经的内面，时常甲咱讲着讲爱穿着这个衫，敢若亲像新的活命来穿起来，穿伫身躯顶。这个穿的意思是啥物？这个所在讲用怜悯、仁慈、谦卑、温柔甲吞忍来穿。这个所在穿的意思就是选择，咱会选择怜悯的心，就选择仁慈、谦卑、温柔甲吞忍。所以伫咱的所行所做，就爱去选择伫即个所在讲，爱有怜悯的心，有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。伊讲甚至有人有即个咱讲即个国语叫做贤隙有即个嫌心，即个有即个两个人无甲伊拄好的时，也是讲两个人有即个冲突的时，望上帝来帮助咱。伊遮写讲爱小宽容、小赦免，亲像主捌赦免咱一样。所以望上帝来帮助咱。欠彩信主的人，咱就爱去选择要怎样伫这个代志发生的时，爱怎样来做。所以我所伫遮来甲即个综合遮个物件，即个经文的内面有讲到几项咱来学习的。头一项就是伫圣经内面甲咱讲，咱着爱包容甲赦免。当咱甲人有即个有问题的时，咱会当包容甲赦免。第二项就是咱爱存着疼心，伫逐项的代志顶面，咱爱有疼心来去看每一件代志，每一个人。第三项就是咱爱用感谢的心，将上帝的话、将上帝的道来藏在咱的心内。所以用感谢的心，将上帝的话藏伫咱的心内，这就是今仔这段圣经所要教示咱的。第四项就是彼此爱用圣经，也是圣诗，也是咱的诗歌，来彼此来教示、来团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当伫团契内面、伫小组的内面，彼此用诗歌、用圣经的话来苦劝甲劝勉。最后一项就是
伫外在的所在，咱的行踏就透过主耶稣来感谢咱的上帝。所以有真侪人检测真侪人咧做代志的时，容易用感谢主来做一个即个娱乐的即个话。以早有一个牧师伊安尼讲，伊讲我若当着做代志真顺利的时，伊讲我就用感谢主来表达我的对主的感谢。当我若无顺利的时，做的代志也是即个事工无顺利的时，我拢会讲主怜悯，望上帝会当怜悯我所做的。所以望咱也会当将即个话放伫咱的心内，时常咱着我靠主。当咱若会当伫顺境的时，感谢主；若伫逆境也是无顺咱的意的时，有愿咱来求主的怜悯。所以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学习包容，甲彼此的赦免，存着疼心，用感谢的心，将上帝的道理存伫咱的心内。彼此用圣经、甲圣诗、甲咱的即个诗歌，彼此来教示、来团契。上重要就是伫外在的所在，会当伫咱行踏，拢倚靠主耶稣来感谢咱的上帝。希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。